普遍啦吼，非常欢喜。只是讲，咱今日大家有这个因缘，来共同学习一套金刚经。基本上来讲起来，金刚经是一套定家宝，就参像讲，我今日去迄个咱黄县，因小姐嘛遐。按小姐嘛，伊讲伊个生日，着伊个查某囝讲送伊一迄个圣经了，送一包圣经，讲迄包圣经就是要祝福妈妈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迄套嘛就是定家宝。恁知影金刚经一套不可思议的经典。咱若当来学习这部经典，其实咱讲上经不如刚经，刚经不如照经行。咱知影足侪人咧读这部金刚经，但是对金刚经的经义，要真正会当了解，嘛有解释，拄要用心去学习。那如果咱今日随时讲，咱袂当听足济，袂当了解足济，但是咱今日来听这部金刚经，伫咱的思想，伫咱的心上，已经有充实迄个正能量去。就咱主席讲迄日讲传一条迄个网络，迄个网络可能伊嘛传到诚侪人看啦。伊讲吼，一个妈妈拢去咧听班啦吼，去咧听班啦。伊个囝就问讲：妈，你今日是去听啥物班？你听到哪毋讲我听？因妈妈就讲：我才记会起来。你记袂起来，你去听你创啥？安尼啦。因妈妈吼，就换一个菜篮吼，讲囝，你把这个菜篮去甲换水。因后生真正把这菜篮去换水，换水无？换个人我无换滴啦。伊讲就参照我听班，就参照菜篮换水，随时即个我的头壳底这水底袂掉，但是我即个菜篮嘛洗甲足清气的吼。安尼听有意思无？嘛洗甲足清气啦。意思讲，咱今日随时出经典，咱无法度完全来绕入咱的心上。但是伫咱的思想上，伫咱的心性上，咱已经会当得闪避足侪邪。所以，因为金刚经你若说，咱若拄着迄间厝啦吼，假使讲袂平安啦，哎，你住袂好势啦，无你着上易经，无你着上金刚经，无你着上法济经，敢是安尼吼？若上咧。上迄经典上迄妖魔、这鬼怪，就拢袂鬼怪，就拢会当闪避你。甲你讲，互咱会当得到平安，嘛得到顺利。但今日咱来听，会得到智慧，这是安尼。所以呢，今日咱学经典，要学出经典的人，我甲你讲，毋是逐个，会爱学。所以咱我就是因为已经了解到这个事实，我即摆开始拢无爱研究，但是我嘛无爱用网络的考起。今日有金刚经我无爱，谁我无爱？没有大家来，你都有爱要听你就来，毋爱听你就来。因为我即摆演示我的法则，我演示我无爱法则。如果足侪人来，我听伊讲。讲得很起劲啦吼！今日无人来，我同来讲，恁若一个要听我讲，我嘛要讲互人听。但是甲我讲吼，你来听你剩一个人，伊就走，伊讲我等你开会了啦。莫讲即句啦，剩你一个才袂走啦，我等你来开会啦。伊电话就袂关，莫讲即句啦。讲即句我会足失望个啦，对啦吼。所以今日咱我就感觉，
要听来，啊毋听就算了。哦，咱就即摆拢采取即个，一年好，咱会甲感受讲，咱即个就是讲了歹，人通无人去听，咱着讲了听袂晓，人通无去听。哦，啊，其实，哦，当然，咱若讲了无好，咱若较好智慧，来大家分享，啊，迄嘛是大家有所得啦，吼，大家嘛有所得。啊，所以今日，哦，咱即部《中庸经》，其实咱来上一课，哦，来听即部《中庸经》，对咱的心性，吼，啊，对咱，真若是讲，阮迄个当年吼，并且吼，真来听即部上好。但是因为讲今日行到即个运动无好啊，但是伊都，所以咱要听即个物件，咱毋是啊简单，咱像像是讲，心若真正，若无真正，有即种向心力，要听大乘法即个物件，毋是啊简单，因为听到尾啊，感觉无味啦，吼，咱讲空性的物件吼，那因为咱进行，咱